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會成語歷史篇。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？昨天說好的事，今天全盤否認。明明簽了約，轉頭就撕毀承諾。這種行為我們稱之為出爾反爾。你知道嗎？這個成語嘅源頭藏着一個比反悔更深沉嘅故事。佢原本嘅意思和你以為的完全不一樣。今日等我哋睇下出爾反爾嘅真面目，看看歷史上因為失信而雙成悲劇嘅教訓。出爾反爾這個成語最早出自孟子《梁惠王下》，原文是曾子說的：戒之戒之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佢嘅原意是：你怎樣對待別人，別人也會怎樣回報你。戰國時期，周國同埋魯國交戰，周國大敗，30多名官員戰死。但周穆公發現一件讓他暴怒嘅事：老百姓眼睜睜看住官員被殺，竟然袖手旁觀，沒有一個人去救援。他氣得問孟子：這些百姓實在可恨，殺又殺不完，不殺又難消心頭之恨，我該怎麼辦？孟子卻一針見血地反問：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？災荒連月，老百姓餓死喺山溝，壯年逃亡四方，而你嘅糧倉滿滿，庫房充實，官員們卻隱瞞災情，繼續搜刮，對百姓生死漠不關心。如今百姓只是用同樣嘅冷漠回報你同埋官員罷了。孟子引用了曾子的話：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你怎樣對待別人，別人也會怎樣對待你。佢告誡周穆公：如果你施行仁政，愛護百姓，百姓自然會願意為你效死；如果你漠視他們，他們也會在你需要的時候選擇旁觀。換句話說，出爾反爾一開始係在說因果報應，你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。然而隨着時代演變，這個成語的意思也轉變了。到了後代，人們用它來形容一個人言行反覆無常，前後矛盾，說話不算數。說到歷史上出爾反爾最著名嘅案例，莫過於楚漢相爭嘅劉邦。公元前203年，楚漢雙方在滎陽長期對峙，雙方皆已疲憊不堪。項羽與劉邦約定以鴻溝為界，中分天下，東歸楚，西歸漢。為了表示誠意，項羽還釋放了俘虜的劉邦父母同埋妻子女子。協議達成，項羽撤軍，但劉邦怎麼做？就在項羽撤軍之際，劉邦聽從張良、陳平嘅建議，撕毀和約，趁勢追擊。他認為楚軍已經疲憊，此時不滅項羽，更待何時？於是單方面背棄鴻溝之約，集結韓信、彭越等各路兵馬，合圍項羽於垓下。最終項羽突圍至烏江自刎而死。劉邦嘅出爾反爾讓他贏得了天下，但這份勝利也付出了代價。後世對他的評價始終係帶着反覆無常嘅標籤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在權力與利益嘅誘惑面前，
信守承諾需要極大嘅勇氣，而背信棄義也許能換來一時嘅勝利，卻會讓你付出名聲嘅代價。但歷史上因為出爾反爾而付出更慘痛代價的人，可不止劉邦一人。就喺清朝康熙年間，三藩之亂爆發，南方半壁江山淪陷，北方察哈爾叛亂，清朝面臨入關以來最嚴重嘅統治危機。此時康熙嘅祖母孝莊太皇太后推薦了一個關鍵人物陶海。陶海原本反對撤藩，但臨危受命，佢率領八旗家奴組成嘅軍隊，迅速平定察哈爾嘅叛亂，又西征陝西，招降了叛將王富臣，立下赫赫戰功，打開了平定三藩嘅關鍵局面。然而當三藩敗局已定，康熙卻突然下詔，以年老有病為由，免去陶海大將軍職務，命他回京。更殘酷的是，康熙在召見陶海時，因為王富臣畏罪自殺一事，竟當面斥責陶海，與王富臣一路人也，意思係你同王富臣係一夥嘅。一個立下不世之功嘅老臣，聽到皇帝說出這樣的話，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徹底失去信任，意味着接下來就係清算。陶海回到北京2個月後就吞金自盡。康熙為什麼這麼做？因為陶海曾經保證王富臣投降後不死，但康熙最終還是要殺王富臣。陶海對降將嘅承諾與皇帝嘅意志相違背，皇帝自己出爾反爾，容不下一個信守承諾嘅功臣。陶海嘅故事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：上位嘅出爾反爾往往由下屬來承擔。從周國百姓嘅以牙還牙，到劉邦嘅背信求勝，再到康熙對功臣嘅卸磨殺戮，出爾反爾始終是人性最幽暗嘅一角。第一，你怎麼對待世界，世界就會怎麼對待你，這是出爾反爾最原始嘅教訓。第二，權力與利益面前，守信比想象中更難，但背信嘅代價往往比想象中更大。第三，無論是個人或是國家，出爾反爾嘅後果不只是名聲受損，更可能失去人心、失去盟友、失去一切。或許覺得這些歷史離你很遠，但事實上，從朋友之間嘅約定，到團隊合作嘅承諾，再到未來職場嘅契約，每一次說到做到，都是在為自己累積信任資本。每一次出爾反爾，都是在透支別人對你嘅尊重。曾子說：戒之戒之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2000多年前嘅警告，到今日仍然適用。你希望別人怎麼對你？先問問自己，你怎麼對待別人？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分享視頻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